今仔日是24节气的春分，人讲春分一暝对分，意思就是春分这天，这日时和暗时的时间平长。嘛有一句俗语讲，春分有雨病人去，五穀着作处处宜。意思是春分到雨水，正适合种花草甲农产品。到底是人较水，也是花较水，互人看甲目睭花花？拜是24节气中的春分，天气嘛袂歹，大人囡仔趁好天来到台北新兴公园看花。规片的玫瑰花开甲足水的，因为春分是一个适合花草生长的节气。老公，谢谢你哦，一斤5翕，一个翕都拢足水的。因为我有在学爵士古典，然后我想要跟这个美丽的花朵一起入境，做个记录这样子。春分这天，日头会直接照伫咧赤道，所以伫咧这天日时和暗时时间变长，所以有一句俗谚，号做春分日暝对分。春分过后，日时就渐渐变长，日头嘛愈来愈晚落山，一直到夏至这天为止。另外，春分嘛是一个足够落雨的季节，所以也有一句俗谚，号做春分有雨白人稀，五穀着作处处宜，形容春分水气济，真适合五穀生长。春分有雨病人稀。五穀着作，处处宜。准来讲，热天落雨伊会较凉，若寒天落雨，温度会较升悬。所以雨会当调节温度所以人较袂破病，所以讲病人稀。若是到即个春分的时嘛是适合种植的时阵，所以才讲五穀着作，处处宜。另外，气象署嘛提醒，春天是一个多变化的季节，是黏咪寒、黏咪热的天气形态，所以民众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，才袂感到。记者戴阿轩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